敬得上帝的呼召，请阿运游命牧师。新拉玛西姆巴莱拉维，我是泰雅族，所以我想先用泰雅的古调跟庄牧师还有众弟兄姐妹问安，大家平安。很开心，能够有机会到贵教会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坦白讲，当我确定玉山神学院的助理跟我说你安排到竹堂教会要去讲道的时候，我的内心感动不已。你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感动不已？其实去年1月，我从原乡到彰基做院牧的工作，那台语真的非常的没练定，所以我就必须要找机会，怎么样让自己可以学台语，所以我就是上 YouTube。那今年就很特别，因为这个疫情，我们发现教会界就连医院整个生活的节奏跟步调都大大的改变。就有一次在 FB 当中，我就看到竹堂教会主日讲道，那因为庄孝顺牧师是一个非常应该是说神学教育底子非常深的人，也曾经到台中来分享过培灵跟一些福音文化的课程，所以我们都对他有印象。所以我就想说，哎，来听听看他的分享。那在当中，我就好像也成为了他的学徒，也成为了他的会友，好像跟竹堂教会是同一个分子一样，就很喜欢在他的主日讲道当中跟他学台语，那也听讲道。所以要跟庄牧师说，谢谢你让我免费教学。好，我觉得更值得感谢上帝的就是，正当全球受武汉疫情的笼罩，但台湾却能够在这数日的当中零确诊。但很可惜，有2个好像出国旅行回来，有2个又是确诊的状况，疑似的状况哈，所以让台湾又开始有一些的紧张。但不管怎么样，成为台湾人真的是一大福气，更是一个上帝的恩典。我相信在防疫的过程，不管是从上位者，一直到医护人员，那甚至是到我们社会大众，我们借由同心合一去守住这一个防疫的原则，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有效的防疫。虽然当中还是有许多的小插曲，但小而美的台湾却能够在超前防备的状态里面，最后被成为防疫模范生。真的成为台湾人，我们值得向上帝感恩，也觉得非常的骄傲。那5月份是一个特别的月份，虽然还是在防疫期间，但是带着幸福的脚步。那其实一大早，我送我的另一半，就是我们台中的干事，他是到元斗教会，送他下车之后，我就赶过来。每一次当我们为5月份为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来分享、来请安的时候，坦白讲，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还感恩债的机会。因为在那个学校接受培育，那也透过众弟兄姐妹的奉献，去造就无数个原乡的牧者，在我们自己教会的一个需要上，成为一个愿意宣达传扬福音的工人。所以要再次感谢福堂教会的牧长还有弟兄姐妹，给玉山神学院一个机会，虽然还是在防疫的状况，但你们的爱跟包容，也让我有机会再次来见证说，为什么我可以成为一个上帝的仆人的一个真实的生命的故事。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要透过以上帝的呼召来见证这位爱我的上帝。那今天的经文特别讲到的是先知耶利米的信息。那我们来思考，为什么上帝要拣选呼召我们？这个呼召对我们的人生信息带来了怎么样的影响力？好，如果我们从当时耶利米的环境来看，拣选这个呼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如果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清楚的看见，在说明原来上帝的拣选跟呼召不在于人，而是在上帝单单的爱的时候，我们才明白，人若不透过上帝，我们算不得了什么。只有上帝亲自的呼召跟拣选。今天的主角先知耶利米，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他因为年纪轻，他很害怕，他想要拒绝，他不想成为一个被上帝呼召的人。但是上帝坚决的表明他的态度。那这个坚决的态度是怎么样呢？那第一个，上主说：“我已经选召了你。”是上帝亲自呼召耶利米。好，第5节他说：“上帝说，在我赐生命给你以前，我已经选召了你。你还没有出生，我就指定你做万国的先知。”阿育牧师是出生在一个非常漂亮风景的地方。有没有吃过水蜜桃？有哈，对，那我就是住在桃园复兴区最后山，就是拉拉山的一个小小的部落，出产水蜜桃，风景非常宜人美丽，空气又很好的一个环境哈。那我小时候，原乡的差距真的差距很大。那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那我在小时候，我记忆最深刻哈，我爸爸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欧多拜。一个感冒，如果要从嘎拉赫部落到下巴林，就是所谓的医务站，我们就要骑摩托车1个小时20分钟。那医务站也还算是拉拉山的一个后山的点，所以每一次我印象很深刻。如果我爸爸其实要带我们去看病，你如果要照原路，就是开1个小时20分钟的路程。但我们那时候就有所谓的高铁，那个高铁就是流笼。我爸爸还要把那个摩托车架到流笼上，我们人也要坐上去。但是那个流笼是有屋顶的，不是这样，它是有屋顶的。要从这一座山溜到对面的一座山。其实回想过来，你现在叫我做，我真的没有胆子做了。可是当时觉得是一种幸福的事，是因为爸爸在。你觉得爸爸都上去了，我还怕什么？那是一种安全感。那我成长的环境也是全台湾唯一一个有所谓温泉瀑布的部落——嘎拉赫温泉。好，那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发，应该是所有台湾有温泉的地方唯一没有被开发的部落，所以还是保有那种山林的味道。有机会如果要去野外礼拜，可以走看看。好，在那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环境非常的好，父母亲在一个有爱的信仰当中培育我，我很幸福。但是一直在我的心里面很纳闷，比我大7、8岁以上的姐姐，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当他们进到国中，甚至还没有国中毕业，要高中这个阶段，为什么一个一个不见了？我很好奇，而且不见之后回来，都是浓妆艳抹，然后打扮得非常亮丽。当时只觉得羡慕，哇，怎么姐姐这么漂亮？可是很好奇，为什么他们这个年纪会是这个样子？后来我就问我妈妈说：“这些姐姐怎么了？”我妈妈就跟我讲，这些姐姐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亲穷怕了，把他们卖到雏妓院。我后来才明白，连我自己的堂姐，3个长得都很漂亮，一个一个也因为这样的状况卖到雏妓院。所以我妈妈从小就告诉我，不要羡慕光鲜的亮丽，你要羡慕的是你处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以为在爸爸妈妈的爱，在一个有虔诚的基督化的家庭，我就可以很平安、很快乐、很幸福的长大。没有想到国小5年级，我的父亲因为肝癌，你知道从拉拉山要到长庚所谓比较大的医院，你至少要开车3个小时。那我们的家庭环境并不是这么富裕，也没有办法，所以呢，爸爸
发现肝癌的时候，其实也癌末，所以我国小5年级父亲就肝癌去世。但是那时候觉得妈妈还在，应该不用怕，因为妈妈是我灵性的导师，是影响我一个很深的一个母亲。所以5月份每次要为御神来募款的时候，也再次让我去思念这一位有信仰的母亲。那爸爸过世之后，因为我还有一个1岁多的弟弟，你知道我国小5年级，每次看着我妈妈背着那个1岁多的弟弟去山上套水蜜桃，去果园工作，我有一种觉得妈妈好孤单。可是我妈妈常常告诉我，你心里面有什么问题，跟上帝祷告就好。我很单纯哦，国小5年级，爸爸过世没有多久，我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你能不能再为妈妈预备一个好的伴侣陪伴她？因为我觉得她好孤单。很奇妙，我妈妈身高168，不像我，我才152，所以她是模特儿的身材，脸蛋差不多。如果我遗传像她一样的话，我可能去当模特儿，不会想当牧师了哈。开玩笑。可是就是因为她真的长得蛮漂亮的，所以爸爸过世1年后，就有6、7个男士到家里来提亲。1年后有6、7个，可是很妙，就是其中就一个让我觉得他好慈祥，我说不上来的吸引力。我就跟我妈妈讲说：妈妈，我觉得这个不错呢。我妈妈就笑了一下，结果没有想到她最后真的改嫁的对象就是这个后父。后父是加拉教会的长老，那他也非常的爱主，所以也很接纳我跟弟弟成为他们家人的一份子。没有想到，那他自己本身也有3个孩子，因为他第1任老婆过世，所以他跟妈妈就再婚。我想说，从此以后我应该生活可以无忧无虑了吧？有爸爸了，有妈妈了，应该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没有想到，上帝又跟我开了一个玩笑。妈妈改嫁不到2年，她因为大肠癌过世了。青春期你知道吗？青少年，你父母亲没有在你身边的时候，其实你对未来是你不敢想，你甚至觉得你活着干嘛？我曾经也跟上帝说：你都把我爸爸妈妈带走了，那我活着干嘛？你能不能也把我带走？其实我在国中的阶段也曾经一度也想说，干脆就跟着爸爸妈妈离开，活不下去了。我觉得我人生没有意义，因为爱我的人，生我的父母亲都不在了，我活着干嘛？我曾经跟上帝说：你就让我走吧。可是每一次在学校，还是不在就是不在家里的时候，就是在学校或是在哪里，只要有一种很消极的意念涌入心头，你就可以感受到，原来我们所信的上帝，他真的无孔不入。我有6、7次这样的想法，每一次就是有人会打电话给你，不是教会的牧师，就是团契的青年，他们就会告诉你说：哎，你好吗？哎，我昨天梦到你，哎，你好吗？你今天就是说我好想念你，你在学校还好吗？因为他们也知道，父母亲的离开，可能对一个青少年成长的孩子是蛮大的一个压力跟害怕。但我印象很深刻，在我妈妈离开的时候，其实阿公阿妈都希望我也回南投，可是我的后父跟我讲说：当你妈妈嫁给我的时候，你就是我的孩子，让我来照顾你吧。就这样，我也傻傻的，我就相信他，然后就接受了他的照顾。一路上，他也培育我长大。我印象国中的那一个阶段，有一次我去参加所谓的灵修营，在那一个迫切的祷告里面，我听到一个很清楚上帝对我的声音对我说话。他跟我讲说：孩子，你只有一生服侍我，你才能够感受你生命的不一样。他说：你一生服侍我，我会让你在未来的时空中，你一定会跟你的妈妈相遇。是个很清楚的声音。我国3的时候，我因为这个信仰的经历，我告诉我自己，原来
只有走上服侍上帝这条路，才能够弥补我心中的空缺。我就跟上帝说：好，我愿意回应你。可是你知道吗？我后父他自己有3个孩子，他在照顾我跟妈妈带过去的孩子2个孩子，那他的老婆又没有了，你说他怎么照顾5个孩子？其实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国中毕业，我能够敏锐到这个后父的辛苦，我就跟他说：我先去工作好了。1年，然后去幼稚园当所谓的助理，帮忙接送孩子，薪水不高，但就是也很享受边工作，然后看见自己原来可以靠自己的辛苦努力，也可以养活自己的那个生命的经历。可是神的灵还是催促，或许他觉得不要让我再浪费那么多的时间，赶快去读高中，赶快去读神学院。于是我就跟后父说：时机到了，我要去读高中，因为我要完成上帝在我生命的呼召。我高中去选择了一个全台应该是算最便宜的学校。有听过雾社仁爱高农吗？听过哈。我那时候去读的时候100块有找，我的学费交100块，因为其他都是原住民补助，还会退你5块钱，可以买科学面。我就选择那个学校，因为我不想给我的后父压力。可是神的恩典很够用，在那个学校的阶段当中，神就预备了团契的辅导。那雾社教会的牧师王荣昌牧师那时候还在，那师母也是很努力的陪伴。他们知道我的环境，也知道这一条我要为上帝献身的路，所以常常会辅导我，然后陪伴我，所以很顺利的就高中毕业。那高中毕业进到神学院，哇！我以为应该就可以一帆风顺哦，进神学院无忧无虑。但是一进到神学院才明白，学费很高啊。我那时候进去，其实本来是读教育系，结果不知道怎么样，上帝又跟我开了一个很美的玩笑，那就是透过我们的牧师，我那时候是报教育系。可是没有想到，去考试的过程当中，突然被音乐系叫去，说去试唱。我想说，教育系也要试唱，我说好特别。一唱完，他就说恭喜你录取音乐系。整个人生就是很多的很微妙的这种，我觉得是神带领的奇妙的恩典的奇迹。我读完音乐系到教会实习的时候，我才明白，哇！原来音乐系在教会实习是非常非常被善用的一个科系。那也一样，我没有学过钢琴，从头开始练，当然也很努力。所以音乐系毕业之后也当了师母。可是你知道，在读神学院的过程，其实我最害怕的就是开学，因为开学就是要缴学费嘛。可是我有一个非常有信仰、非常有爱的这个后父。我人生当中，他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天父爱的形象的一个角色。我每一个学期去学校的时候，他永远手中只拿了1万块。可是你知道我们读玉山神学院的音乐系，每一个学期至少要4万5到5万，不包括书费。我心里面就会想说：哦，主啊，这个要怎么去读书啊？这个。其实心里面会有很大的征战跟冲突，因为不好意思欠学费嘛，所以我也会抓住在学校打工的机会。神也很妙，每一次我只要申请打工，我就有机会可以打工。但音乐系毕业又读了研究所，一路走来这个7年，我真的要感谢上帝说，若不是透过众弟兄姐妹，特别是在每一次到各教会去募款，去做御神主日的募款的事工当中，每一个弟兄所摆上的爱心跟奉献，其实真的可能就难以看到站在你们面前的阿运牧师。每一个学期的1万块，老师常常告诉我，你只要认真成绩好一点，不要太差，至少80分以上，你至少其他这个部分一定有奖学金可以赞助你。我就这样，又是傻傻的，好，我努力。7年来，
爸爸给我的永远就是1万块，但那个不足的，是超过不足的，却是透过你们众弟兄姐妹各教会的爱心的奉献跟付出。在玉山神学院读书的过程，其实我看到有很多跟我相同背景，甚至可能比我还惨的原住民的青年。但也就是因为在这个爱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的奉献成了无柄鳄鱼的祝福。所以今天能够透过上帝的安排，让我有机会来为玉山神学院募款，其实就是再一次唤醒我带着一颗感恩的心，不断的去回顾当初神呼召我生命的经历。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但是神量给你的却什么都有。人的意念非同上帝的意念，原来上帝的呼召在我的生命里面早已经有他美好的旨意，拣选我，也让我能够有机会在原住民的社会跟教会里面尽一份心力。第5节，耶利米说，在我赐生命给你以前，我已经选召了你，你还没有出生，我就指定你做万国的先知。一直到现在，我感恩上帝用他奇妙的恩典呼召我，看顾我，一直到装备成他的仆人。这是我的后父。去年我1月7号从原乡的教会转任到彰化基督教医院做院牧。上帝又让我经历到一个很痛，但却是难以去诉说的经历。就是在我要进彰化基督教医院工作的前一天，我的后父因为心肌梗塞就过世了。哇！一个重要的日子的前一天，哀伤的事产生在我的生命中。但是我不忘记这位后父永远给我的一张面孔，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正能量的人。他常常告诉我，发生这些事情，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做。他一定希望你永远保持正能量，用勇气去面对你的人生。这是常常他告诉我的提醒我，给我鼓励的话语。所以在前一天他离开，但是心中所唤醒的话语却是告诉我，你永远要保持正能量。所以很喜乐，也很感恩上帝，原来每一个苦难，每一个人生的过程，若都是上帝所允许的，神要让你在这个当中学习什么功课。那在第2处，我们看到上帝坚定的意念，他亲自呼召你，而且他说，我要差派你到人的当中。第7节，耶和华对先知耶利米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就这样，我带着感恩的心，从原乡的教会牧会12年，走到医院，用体验更不一样的关怀事工。那其实我在还没有来彰基之前，我12年，前4年是回到母会随夫，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去协助教会的服事。但因为封牧，我就离开，回到离母会比较近的叫做比亚外教会。我在这个地方牧会8年，可是这个生命的经历，这个服事的过程，又是让我感受到神恩典的伟大。你知道我所牧会的教会才15户，15户，大大小小不到100人。周间在那个教会当中，动物比人还多。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因为部落的族人很多人在养鸡嘛，养狗啊。可是你如果在教会牧会的过程里面，其实周间礼拜1到礼拜5，青壮年都到出去工作，留在部落的人数只有22个人。因为山上的工作有限，所以青壮年几乎都到都市工作，但假日就是都会回来，还有那种归属感，会回到教会服事。
所以在这个教会牧会，我曾经跟上帝说：“哇，周间22个人，这个要怎么牧养啊？”但是神说，每一个生命都很重要，而且在牧养的过程，这些对象2/3都是长辈，剩下来的就是隔代教养的孩子，甚至是青壮年的爸爸妈妈为了工作，财力也不够，所以只能把孩子放在山上，让爸爸妈妈照顾，而他们就放心的到都市工作。虽然是这样，在这个牧会的过程，我经历到上帝神的大能，怎么样去在这个小部落行神迹。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他叫做林娜长老。我刚过去的时候，他因为是在一个家庭婚姻暴力的环境，然后夫妻，他那时候那时候他嫁到另外的部落，然后夫妻就常常酗酒，常常拳打脚踢。那有一次他先生因为意外，结果就过世，所以双重的打击让我们这个长老顿时不知道可以靠谁。结果呢，罹患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带去医院给医生看，说哇，他这个要拿重大伤病卡，因为他的精神分裂症太严重了。所以他最后就回到娘家，就是比亚外教会，投靠他的母亲，投靠他的家人。那教会就是因为小，人数少，所以我们就像家人一样，我们常常陪伴他，一起祷告，然后家人也是用爱接纳他。你知道没有多久，过去原本在马路上指挥交通，常常胡言乱语，控制不了的一个人，却在教会的爱、祷告跟上帝的大能当中，他最后成为了教会的长老，也成为了部落的领长。所有部落的事务交给他，他公关能力非常的强，连医生都不敢相信，怎么可能？但上帝的大能，若要行神迹，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另外一个我的教会的长老叫黄平，他也是一样，当他嫁给他的先生，好一些时间，医生就跟他讲说，你得了不孕症，你很难做妈妈。但他又是一个非常有爱跟信仰的人。他怎么样，你知道吗？他的妯娌都是护士，他知道他们有专业的能力，需要工作，也需要养育儿女。他就说：“我来帮你们顾孩子，你们就安心的去工作吧。”12年来，他陪伴、他照顾他妯娌的孩子，被照顾得很好。结果12年后，神为他预备了2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她也成为了2个孩子的妈。我才明白一件事情，原来上帝让我们在服事的过程里面，是为了要去用爱去见证神复活的大能，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生命经验。一样，我说平常在陪伴你在原乡部落的这些都是长辈，我跟上帝说：主啊，我的智慧很有限，这些老人家当他们一个一个走，但是这些留下来的，我可以为他们做什么？没有想到也搭上了一个计划，就是文化健康站。我们就设立了文化健康站，来陪伴部落的长辈，然后也到邻近把一些非原住民的长辈一起带到教会来，拓展福音的事工，也影响这些原本不是基督徒的这些神所爱的孩子，最后因为在这个爱的团契里面成为了基督徒。刚开始很辛苦，阿育牧师都要用我的老爷车，跟另外关怀那我们工作人员的老爷车去载他们，可是载的有限。没有想到有一次在接待游客，因为我们那边的风景也很漂亮，我们就是接待他去走步道。那在边走步道的过程呢，神也很妙，我们就在分享部落的一些事物。原来我们在接待的过程里面，有一个是福伦社的社长，他听见了我们的故事。那个接待完毕之后，他只留下一句话，他说：阿育牧师，明年你等待好消息。我就说好消息，我还在想到底是什么好消息。隔1年后，他就带着福伦社的这一群
舍友们把富康巴士送到部落来。那因为用心的陪伴，才15户哈。蔡英文总统既然为了文化健康站，看到一个小的部落可以去见证，因为爱把果效做得蛮有见证的一个小小的部落，他很好奇，所以为了文化健康站跟那个长照2.0的志工亲自到我们的部落来。我印象很深刻，当时22个人，大概19个是长辈，那再接其他外边的老人家。当他们那一天总统一大票的长官要来的时候，人数都比我们还多的时候，老人家害怕躲起来。他说：“怎么他们的人比我们还多？这个那么恐怖这样？因为随队的有很多是警察嘛，他们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我说：“不是，不要紧张，因为他们要保护总统。”结果总统一个为他们握手的时候，哇，老人家就讲说：“哇，我今天不要洗手，我1年都不要洗手。”他说：“真的是特别的经历，我们这个小小的部落怎么可能会握到总统的手？”可是你知道，当下的服事对我来讲，只能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原来每一个服事的历程当中，不是靠自己，而是当你顺服被上帝所用的时候，原来神也预备他丰盛的恩典，像云彩般的见证，让你去经历他的大能。所以当我读到标杆人生华克里牧师他说：“我究竟为何而活？我如何分享我的人生信息？”的时候，我重新去回顾，我才明白，原来上帝让我们去见证他，就是在还没有信他的时候，或者是在我们信他之后，然后我的生命有多大的改变，我经历上帝之后，我有多大的突破。在我们的人生里面，神也允许一些事情让你去经历，但是这些失败的过程，或许这些金钱缺乏的过程，或许这些忧伤沮丧的过程，或许在等候的过程，在病痛的过程，在失望的过程，甚至在牧会里面，可能也因为人际、教会甚至家人有一些意见不同，有一些批评带给你一些冲突的时候，神教导我们的功课是什么？原来神都允许，是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用他的眼光来看。最后，神也愿意按照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给予我们生命热情。我相信神说：“若是善良的目的，热情总是好的。”不管任何的事工，万事互相效力，为了见证这位神，善用神给你的热情，然后持续为了福音的缘故，把福音传开来。所以罗马书10章15节说：“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我就回顾，我以为我在原乡牧会应该这样就好了。好，教会也好不容易已经也培养了默契，也觉得很安定了，就这样。然后甚至很多的长辈说：“牧师，你就在这边，一定要陪我们到退休哈，这样，因为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陪伴我们。”我也以为这样就足够了，可是没有想到，上帝又为我开了另外一条路，就是在去年能够进到彰基，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院牧的主任曾经打电话给我说：“你想不想来挑战一下医院的宣教人生？”我当时还笑他说：“我怎么可能？我的语言不行。”我说：“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对我来讲，我好有压力。”我说：“怎么可能？”可是当我拒绝他之后，神的灵又在心里面一直感动，一直感动。你以为你是靠着神在服侍吗？神就不断透过圣灵一直在我的内心跟我说话，说：“去，为了上帝的缘故去，得不得时都在于神，但你要为上帝图谋大事，去爱那些受苦的人。”进到医院，真的我发现跟原乡牧会很不一样，因为我负责的是中华院区一群安宁病房的患者，常常你今天关心他，明后天他可能就走了。
不像原乡，可能像家人，我们还可以维系那个情感团契的生活。可是，在医院，人来的快，去的也快。可是神却不断的在内心里面感动说，即便他们来得快，去的也快，神给你的热情还是不能减。今年因为疫情，其实我们在中华院区2楼每一年都有所谓的庆生会。那我们2楼那个第二康复的护理长，他会买蛋糕，会邀请他的家人一起庆生。可是因为疫情，什么都不行，探访也不行。然后我就跟关怀师说：“那怎么办？这些患者又不能吃蛋糕，因为他们都是气切不能说话的人，家人又不能来探访，我们能做什么？”后来我们就突发奇想，我们就自己做蛋糕卡片，我们还是照去病房为患者祷告，为他唱生日蛋糕，但是记录下来之后寄给他的家人，让他们放心说这是基督教医院神所设立的医院。当你们没有办法来的时候，我们愿意陪伴你的家人。也因为这样，我过去牧会的比亚外教会的青年，我也告诉他们说，我们在原乡其实看似城乡差距很大，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恩典跟补助。我说我们的生命神给予我们很好，但是不是你们也可以为了主的缘故来医院来做志工，来陪伴这些病人，来唱歌给他们听。所以我们也串联了原乡的青年，就进到医院，这是去年年底的时候，让他们到医院来服务这些长辈。在医院有很多这种生命走到尽头，可能有很多来不及可以做的事情，但神却让我们在服事的当中，怎么样去察觉敏锐别人的需要。所以这张相片，其实是我们在探访这个个案母亲的时候，她才24岁。有一次在探访的过程，她说：“我的女儿今年要幼稚园毕业了，我没有办法参加她的毕业典礼，我好难过。”她这句话一说出来，被我们听到，我们就一起在医院里面帮她的女儿办毕业典礼，让她的妈妈为她戴上毕业的皇冠。当下让我们都非常的感动。原来服侍上帝能够为别人多走1里路，那是何等美好，何等见证，何等蒙恩的事。最后这张相片其实也是我们在中华院区有一个患者，因为他的女儿要结婚，但是医生告诉他，你等不到女儿结婚的日子。神就感动说，你能够为他们做什么？我们最后在这个叫做兰恩花园哦，它其实是在我们交通车后面一个地方，蛮阴暗，平常不会有人去的地方，看似很没有生命力的地方，但最后我们把它布置，然后也让他的女儿提早在我们的医院举办婚礼，他的父亲亲自帮他戴上婚纱。婚礼完的隔1个礼拜，他的父亲就走了，但留下的就是对他们亲情之间一个更美好的见证。感谢上帝，我想今天阿玉牧师要用我这种生命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是因为我知道我若不开口来见证这位爱我的上帝，可能真的很少有机会可以分享自己成长的经历。在这个第三个耶利米被上帝呼召的过程当中，他说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我把你该说的话放在你的口中。”上帝拣选一个人做他的仆人，不是要这个人来享受福利，而是要这个人为根除、种植、拆毁、重建工作的使者。那我相信神在每一个时代呼召他不同的
使者。当我们成为他的仆人，我们能不能也在上帝所重用的过程当中，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口中，也勇敢的为爱、为公义，荣耀上帝，也造福人群。我要再一次在这个地方说谢谢我们福堂教会的弟兄姐妹。5月的第1主日是玉山神学院奉献主日。回顾过去74年来，上帝如何保守看顾玉山神学院，也让我们在神的感动，透过国内外弟兄姐妹不断的爱护跟支持，让玉山神学院持续在他的爱中成长，培育更多像阿运牧师这样处境感觉是弱势，感觉是对未来没有希望的人，却因为在他的爱里面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我很喜欢高居民牧师，他是我们玉山神学院的前任院长，他也是一个非常有神学教育，是一个以身作则，一个很棒的仆人的牧者。我不忘记他曾经对玉神人跟对原住民宣教的过程当中所树立的这个根基，留下给予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话语。他说，在我的信仰中，我的救主耶稣基督在世时是个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背着整个人类的罪债，走完生命最后的旅程。那是一条艰辛、孤独、背弃的路，没有告别式，也没有太多送行。它是一种不求自我的尊荣，只求生命的付出，来造福人类的信仰。我相信这也是神学教育和教会很难去实践，但却是要我们努力去实践的一个信仰的真谛。回顾过去，高牧师他在离开前所说一个很重要的盼望的话语，他说：但愿全体亲人朋友都能爱台湾、爱世界、爱正义、爱和平，来荣耀上帝，造福人类。所以我在想，这位前任院长，他把玉山神学院努力打造成山上的花园。如果你没有去过，那里有100棵的樱花，非常的漂亮。除了提升，在这个玉山神学院当中，除了打造成山上的花园，也透过众弟兄姐妹的奉献跟爱戴，我们也建造了综合大楼，来提升教界跟社会的需要，可以举办灵修，也可以举办研讨会。那周边的环境也让我们透过大自然来享受上帝创造的奇妙。更重要，玉山神学院的神学教育更要努力推动成功，不必在我，只求一生实践基督信仰，在原住民的教会和台湾的社会里，成为一个容神一人的神学院。所以玉山神学院持续会以这种神学教育来教育上帝所需要的工人。5月，我们带着满怀感恩的心，以及对原住民神学教育的盼望，那派人到各个教会去做请安报告。那再次恳求各教会持续的来支持爱护玉山神学院，让这个神学院也能够实践我们前院长高居民牧师所说的，让这个神学院成为一个荣耀上帝、造福人类的神学教育。最后，也恳请所有的弟兄姐妹在祷告中为这个神学院来祷告，共同为原住民的教育宣教来献心、来献金、来献力。透过神学院的人才培训，让这个神学院持续栽培更多在社会发声以及宣教事工神所重用、所呼召的器皿的仆人。我相信5饼2鱼是在上帝的手中，透过大家的奉献，转化对玉山神学院的祝福。也愿神祝福你们，谢谢你们为玉山神学院开放今天的时间，让我们来跟你们请安报告。愿上帝的恩典也祝福扩张这个教会的需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上帝，感谢你，将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谢谢你，你的呼召不是突然，你看重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价值，你看重我们每一个人站在自己的职分上，为要建造福音宣教的工作。求你让我们彼此学习，相爱连结肢体，用生命见证基督。让我们彼此能在你的心里互相的带导跟关心，激励我们的生命更丰盛。奉主基督的名祷告，阿们。